好 OK， 尴尬哈，尴尬，好，了解是真尴尬，基本上嘿，看袂到迄个，嘿，哎呀，要是无迄个关系吼，嘿啊嘿啊，为顶礼拜开始就是安尼啊，看袂到我嘿，啊来看，唔知影敢有人有找到原因无？开一个啊，即个册台语啊，我感觉多，嗯，系啊，还是找台语才有伊迄个原册，OK，观测者哈，我记得册台语佫有加即个日文的解说佫是，要做到遮，尴尬困难。有啥物尴尬？真尴尬。嘿，是，好，咱继续来读。好，是真尴尬，大概溪水哦，了解，大概溪水拢是无啥物清，这这水哦，这水诶，嘿，这水诶质质哦，水质诶迄个意思，质，这水诶质又是无通好诶较济，安尼了解。阮的腔口读做嘿，钱水啦吼，钱水好，所以毋是这是钱好，安尼了解。钱水诶质又是无通好诶较济，一边无天然诶好水，搁一边咱又无知识，无讲究无讲究要互水好诶法度，了解。因为水歹，互人生出袂晓垃圾诶，什物诶？垃圾是什物诶？是真济。水会清，路实在是大大有关系人诶清气甲垃圾。对地人较爱清气上。我看落地，达达达达，达达的溪水、井水都是真清，受济的受济的感化都是袂少。好，会使了解。好，这段你敢麦来读一遍？好来，第三个原因，我讲是因为水少。这条却毋是根本的原因，是帮助咱拉散一个直接的动机若定。在咱台湾将来要得好的水是真尴尬，大概溪水拢是无啥物清，井水的质又是无通好的较济。一边无天然的好水，搁一边咱又无知识、无讲究要互水好的法度，因为水歹，互人生出袂晓垃圾是互人生出袂晓垃圾是什物的，是真济。水会清落，实在是大大有关系人的清气。甲垃圾，内地人较爱清气上。我看内地
大大的溪水、井水，就是真清。受这的感化，就是袂少。好，继续吼，后一段。好，又搁在咱的富人人拢较袂粗重，所以要打水，抢水，打水会使理解啊，抢水是抢水迄个抢。就是止水。哦，好，即个抢我爱记一个抢，抢就是去抢止水安尼。哦，来看觅抢，这是第7条，好，嘿，抢水。用手提水，抢水。哦，有诶是，是用手，真简单的解说。嘿，好，我记一个哦。好，你记我来查一个字典词典的用法。是，哦，draw water from a well。嘿，对，就叫做抢水。抢水，好。较早可能捌学过啦，即太久无用着都袂记啊。嘿，对啊，就即马现代人无需要，拢无用。对，即嘛人较无去抢水哦。嘿，就是除了比如讲你若去露营，哦，就是讲嘿，住伫足庄骹足山野、足偏僻所在，可能着爱抢水，啊无即嘛无人去抢水咯。我细汉的时阵住庄骹，阮兜是免抢水，阮爸伊已经用迄个莫达抽地下水起来用。哦，遐尼进步。无阮爸，我有时嘛就配合阮爸，伊拢家己斗这有诶无诶。啊，但是我伫咧阮外公是阮老母和阮爸是共庄头大的，所以阮外公嘛是伫咧共一个庄头，啊行路差10外分钟、20分钟就到。啊，阮外公因兜吼，就是个无迄个无水通用，水就爱我想看嘛。哦，厝里的水嘛是会使用啦，但是我含阮阿姨因定咧吼，拢去附近的一个古井遐去遐洗衫、洗碗盘安尼啦。所以我连个印象中伫遐咧抢水。哦，所以迄个井是大家共同来用诶，公用，嘿嘿。哦，原来是安尼。啊，井水就你若热天的井水就凉诶。啊，若冬天的井水是烧落诶。所以你用迄井水来洗衫、洗碗盘吼，袂介艰苦。冬天就清凉啊，热天就烧落安尼。原来是安尼。电倒是即嘛伫遮迄水用伊拢迄冬天是冻个冻袂掉，迄一定爱开烧水，无冻袂掉。对，迄个用咩来着 running water 诶水管，敢是讲水管拢会安尼。对，因为伊迄自来水拢伫水道水啦，水道水拢伫水道内底拢冬天的时拢变冷。是，啊热天的时阵嘛是就热。热天就无较凉，热天有啦，有较凉啦，但是冬天就恐怖。嘿，这确实安尼。好，哦，来倒来迄个厝，好，倒来册啦，对，好，所以要打水，毋是，这是应该是第1条，应该是打水，打水，好，打水，抢水就较恶滴，步步着达步人，达步人也是着请人担。
这个请哦，就是请请嘿，请，为什么是第三调？本调是意第三声无毋对啊，请请请请毋过请请就所以讲是甲迄个请问的迄个请是无共的字。哦，无共。请哦，因为了解了解，你讲我的意思吼，伫咧华语请人家做什么事，但是伫台语毋是请了，台语这个无共的请是是雇佣，原来是安尼，这个我爱嘿记一下。嘿，伊毋是咱请哦，伊请这是请嘿是，啊，伊这个是这遮毋是，雇佣。伊哦，算摕钱雇来，个人好，就是讲过，就是摕钱啊，用人来嘿，帮你做代志。好好，来做你的这个我车员，爱记一下。安尼叫做请。请好，这个我真毋捌学过，我来。可能有啦，嘿，应该拢有学过。请吼，你是嘿，还是讲着，啊？毋过我的知识着无意识，无安怎讲，无想着这是请甲请是两个无共的字。嘿，呵呵，你较是呢，着嘿，第二声请，伊讲第二声请嘛有迄个聘请的意思，伊讲请医生，请教人，请新妇。啊，第三声就是开聘雇。嘿，我知影我咧讲啥物吼，就是若是请写的嘛是有聘用的意思，但是请哦对啦，嘿，嘿啊，哦，好，请嘛是有，但是我看卖，请我也是无共的意思请吼。医生嘿，感觉第二声的请是较客气，有请迄个地位较悬的人，敢是敢是安尼？伊讲阁有新主牌。我嘛是感觉，我的语感嘛感觉讲，你若请就是较客气的讲法。是，请是一般咱摕钱开钱去用人来做事，工是好对。了解哦。就若敢若你是头家，伊是新郎，安尼再个去请。头家甲新郎，对，安尼讲着理解。对，头家请甲新郎，你是头家，伊是新郎，所以你甲请。你甲请是。啊，请就敢若讲较尊重啦，就是拄则讲请医生安尼吼。是哦，你真好呢，头一摆学着即个分别，好，真好，好，转来找即段好，是着请人担，对，安尼自然就较爱补蓄水，爱真用，了解强用。好，俗还是俗语煞有即号话讲，熬用水的人，后出世着做鸟。后出世敢是会死人，后死人对。哦，做鸟啊，哦鸟啊惊水。原来是安尼，好，对，好。用水，所以后死人。就是所以讲，熬用水就是有较浪费意思哟，敢是安尼？熬用水就是用水真多的意思，较济，好，安尼了解，好。头前讲爱真欠用，会使理解意思，毋过嘛是头一摆诶，爱记即个。欠你知无？欠就是欠咪有听过，欠就是节省，对，欠欠正前有看过，毋过欠用即个词
嘿，连做伙是头一摆看欠诶，看着。我嘛较毋捌咧看，欠咧用啊，较欠咧用。有呢，书店有收迄个 Merino 大英书店，嘿，欠咧用。Be careful with one's spending, frugal, thrifty。好，真好，学起来，记起来。好，欠用。好，继续吼，嘿，继续读。熬用水，爱真欠用，小句煞有即号话，即号话讲熬用水的人后出事着做鸟。正人对水的观念是即款，所以咱的人喊得喊得说身躯，有时敢若气，敢若气若定面面汤水，面汤水比狗仔水较落哟，比狗仔水较落，也毋是憨憨的。这个憨憨的，敢就是真罕见的意思。嘿，憨憨，好好，这个我爱记一下。好，伊这个形容实在是足活跳的。伊讲面汤水比狗仔水较落，好，憨憨的，好，咱即嘛要嘿，用水足方便诶，所以啊，较就无较无想着讲，法度去嘿啊，嘿，无想个着讲，古早时代是，若去抢水吼，还是担水，嘿啊，哇，迄真正是足辛苦，是，别较这个足是安尼，重，嘿啊。嘿啊，嘿，好来，来我举一个我读者，好好，又搁在咱的附近人，拢较袂粗重，所以要担水、抢水就较学直。嗯，步步着大步人，也是着请人担。对安尼，自然就较爱保守水，爱真俭用。嗯，俗语煞有即号话讲，熬用水的人，嗯，后出事着做猫。就正人出，对水的观念是即款，所以咱的人含伫洗身躯，有嗯时简单切若定，嗯面汤水比狗仔水较落，嗯，也毋是憨憨的。憨憨的。憨憨的这个词，这款用法，敢有定定咧用？我我毋捌我是头一摆听，书店嘛找无，毋过憨有，的就较嘿啊，就较嘿，正听，才看着。所以讲，敢是讲憨的是较正的讲法，憨憨的是要强调迄个语气，可能我嘛毋知，哈哈，我毋捌好，听人讲憨憨的，憨的，嘿憨啊，嗯，憨的就是知啦，着讲真憨的看，真憨的啥安尼，即憨憨的就较无啊。嘿啊，但是憨憨的，我来记一就记，恁那咧讲的，都搁强调一遍安尼尔。憨憨的，嘿，嗯，好，好，继续吼，后一段，好啊。我讲到这也毋敢搁再讲，我也是无勇气通搁讲。听见关水道听见听见关水道的人讲，一人是你若是用五五斗半的水，五斗半的水，好，这个等下来查，五斗半的水是应该好，这个五斗，迄个斗当五斗时敢嘿，斗就是度啊，嘿，度量迄个度。哦，是，哦，原来是安尼，五斗，好，好，这个五斗，你敢有知影
岛是差不多嗯偌大公知司，才是啥物？好，来看一个。好，岛伊嘛是讲一岛的总数数。好，敢有法度估算着？咱岛好，唔知咧，岛加我讲咧。liter 的台语要安怎讲？升敢是？liter 吼，有两种讲法，一个是照日本人迄当中讲liter，一个是讲哦，一个是讲公升。真一个叫华语，一个叫日语。咱你若是定生活中较常用的是倒一个？还是生活中袂讲着liter 即个即个字？生活中颠倒是安怎讲的？定来讲规律。规律对liter 的迄个嘿，我 shorter。是听阮爸讲的吼，当我毋知外好口人安怎讲，阮爸讲好好规律，伊会个伊规律读迄个要安怎讲立声音 LIP 安尼。lip 好 lip 好，讲我凊彩 Google 着讲一道是，若是用一道是差不多10粒。一道10粒哦。嘿，所以讲5道是50粒，敢若嘛是袂歹。50粒就就多最好。呢。嘿啊，安尼吼，50粒就是我看几加仑？差不多1gallon 是4公升4粒的款。1公升差不多。你这个单位嘿。50公升就13加仑啊。嘿啊。13加仑就是迄个咱伫遮，我伫遮迄。嘿啊，互迄个车。牛奶桶13桶。你牛奶拢买较细的迄款哦。一加仑美国较大迄个牛奶嘛是有2加仑的，2 gallons， 1加仑就是足大罐。嘿啊。1加仑就是1加仑是偌大咧？无介会细安尼，你若牛奶的即种的就是这种我只是想讲，这种是2加仑的。无这1加仑。敢毋是？是哦。对。原来是安尼。所以即种的爱13桶，你一个人平常时用13桶，我感觉伤多啦。系啊，安尼袂歹。毋过就是你有啥，你要洗面啊、洗身躯啊、洗碗啊、洗手啊，抑个洗迄个有诶无诶。对啦，洗洗迄个。系啊。头一摆知影即个你知毋是若是13 50公升，讲50 liter 尔，伊讲是毋是5斗，是5斗半。所以讲是5.5。5斗是50公升，所以是55 liter。加一桶半。系啊，袂歹啊。哇，用水量是真大。好，转来好，用5斗半的水是应该，系啊，安尼是应该的。大家后世人拢来做猫。当咱是你毋知用偌济是清洁是甲身体的慵懒身体的慵懒，做头一定有关系。即个慵懒敢是迄个慵惊，也是懒死迄个。用的是身体 strong 懒就是 weak。身体懒。好。了解身体用甲身体懒。好。好，万项的清洁是对逐人的头脑、身躯做起头。了解。要互头脑清洁，就着有
学问、有教育，要互身体清洁，就着洗就着洗身躯。好，这个评论嘛是真赞，真系啊，真趣味。来，好，这段你敢来读一遍？我讲到这也唔甘，搁再讲，唔甘搁再讲，我也是无勇气通搁讲。听见管水道听见管水道的人讲，一个人一日若是用5斗半的水是应该，但咱一日毋知用偌济。清洁是甲身体的容量最头一定有关系。万项的清洁是对逐人的头脑、身躯做起头。要互头脑清洁，就得有学问、有教育；要互身体清洁，就得洗身躯。好。毋过有洗身躯是较简单，有学问就较困难。好，继续吼，后一段。爱咱兄弟姊妹有教育，好诶学校赶紧洗较济，较紧洗较济，吼，是真较紧什么洗较济，册要，应该是安尼较紧读。爱变调吼。好，较紧洗，所以讲我头一摆有变调，迄个较对。好，较紧洗较济是真切要就是重要的意思，切要。好，总是要救现时的紧急。我讲到紧急、普及、罗马字，紧急是紧急的意思是啥物？来看卖，普及会使了解啊，迄个紧急，紧急。哦，是你起来呢。非常急啊！非常的紧急，好，哇，就好，我讲到紧急普，这个爱读本调，也是爱变调，紧急普及，也是紧急普及。着紧急普及，我相信是安尼读啦，因为甲即个紧急当做一个 adverb。是，所以讲爱加后壁连做伙，后壁迄个 verb，连起来，好，有理。好，我讲到紧急普及罗马字，好，若毋是普及罗马字，现时在咱台湾正人对教育的亏欠，实在无路通补足了解。也若要互正人会通较清洁，的确就会通互的确就会通互大家各人身躯较清气。好，了解意思。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好，爱咱兄弟姊妹有教育，好诶学校赶紧设较济，是真切要。总是要救现时诶紧急。我讲到紧急普及罗马字，若毋是普及罗马字，现时在咱台湾正人对教育的亏欠，实在无路通补足。也若要互正人会通较清洁，的确就会通互大家
各人身躯较清气。好，继续吼。嘿，好，对，安尼想，我自哈，我自了解，我自13、14年前就有主张国国家了解，国家市政社拢着设立公共的什么乐场，嗯哼，乐场敢毋是官府迄款的所在乐场，哦，那个咱我来看日本的迄个日本的迄个神土，而且什么？咸汤啊，对对，乐场了解 bathroom 嘿迄款的乐场了解乐场，我伫明治明治明四治，十明治嘿，好明治43年了解啊，迄个明治啊，呵呵呵，了解明治好，我伫明治43年的时，迄阵有毋是，迄阵拄伫阿公店公招公山，公山是讲迄个是对，公山是啥物？阿公店冈山敢是高雄遐？是原来是高遐，雄，好，较早高雄县吼，公山就是古早名叫阿公店，原来是安尼，新嘿，学着即个，我记一个。嘿，公山即马是你知影高雄即马有捷运，也是捷运，嘿嘿嘿，有一个捷运真要哪讲，真后端，也是真一个极端的迄个站，就是公山。就伊北边到，我记甲是较北边对无？伫向较公山，北边的所在。我袂记啊，坐嘿，坐桥佫较起哩吼，我是嘛煞无啥知。我就是进前看迄个高雄的迄个捷运地图的时，有即个印象，有看到即个所在。对对，就是我看嘛，桥头我讲的，毋是坐桥是庙了，桥是，头佫去，敢有甲公，啊是，我毋知伊是公，毋是叫公山，还是叫南公山？伊是伊的捷运的迄个捷运的公山伫迄个啥嘛要哪讲？吼？安尼嘿，是，所以是无毋对啦，有甲公山啊，但是你讲甲南公山嘛吼。对，是嘿是，哦，呵呵。我知影有甲桥头啦，我无啥知影讲有甲公山，因为即起好系啊，应该毋是公山迄个所在，是伊的公山的较较南边，南边，是，嘿，所以讲叫南公山。嘿，因趣味为原来迄叫阿当阵公店。做到嗯桥头是因为桥头是因迄个嗯，算啥伊甲姓伊的什么？较早伊当原英啦，伊政宪，因拢做县长嘛。哦所以有啥物了解，即个嘿，桥呢，做到即桥头去，台湾，无其实即只已了解，经足偏是。僻啊，嘿啊，毋过若是，我就感觉就算是较偏僻的所在，有迄个即个捷运对啊，有够嘛是真好。嘿嘿，拄则你咧较地图有较大的时阵，我有看到有一个阿公店的水库，伊就是用阿公店水库，就是公山即只啊，原来是安尼伊即嘛我佫叫做阿公店水库吼，是啊，我嘿了解，系啊，我就印象中我有听过即个名，毋过就嘿，无甲伊甲迄个公山即个地名连做伙。嘿，就是伫公山遮，其实我嘛无介绍，车我较罕咧来，毋过你捌去过吼？我捌有去来公山食油蛙啦，加油公吧，山油蛙足好食，嘿，真是正足好食，油吧，油蛙就是是油吧是。羊肉卤。有，嘿来寒天的寒人的时阵去食油肉咯，我较好。专工去原来是公油吧山食油肉路咯，嘿，就是原来因为我有食，嘿，
我哦啊，嘿，对新嘿，着要转来高雄遮做嗯，事情，那经过工商就先来食羊肉，然后再继续再去继带落安尼。续行。哎呀，敢有真正食好，遮尔好食？哇，真正好食啊，无险味啊。哦，真好，真好，好，嘿，了解。好好，继续等来找食好。嘿，阿公店，嘿，迄阵拄伫阿公店、公山、公学校咧教册，也捌出一篇论文伫台湾教育会的杂志，提倡在各公学校着置液经，互学生洗。哦，安尼真好。好，自这2、3年来，咱本岛内较大家市的所在，已经有设公共浴场真济大，真济大。真济大，爱有变调，好，真应该是济大。真济免变调啦，真济应该是要真卖变调，好，真济大，真济真济，所以真讲现在真真济大，这是真济大，真济大，真济大是有变调啊。真济大，第七声，你若是读真济大，这嘿是第三声是变调了后啊，哦，济济，哦，真真济大，济大真，OK，济大，所以是爱嗯，变调，嘿嘿，哦，歹真势，嘿，济人，真济大，嘿，好，好，真济大，听安尼读较顺吼，真嘿，济大，总是迄款呢是加纳，干那干那，这是嘿，N 也是 H 啊，应该是 N 吼，若是干干纳应该是干那，N，嘿，毋过即个是 H，干纳，也是两个讲法拢有，写干那，嘿，对啊对啊，干纳好，因为这我甲即嘛有写，佫写袂，系啊，都足嘿啊，侪音，毋知影倒一个音。对啊对啊，嘿啊，你要写对种，嘿，好，系啊，好来，总是迄款呢是敢若，好，敢若亲像互少年人热天通洗凉运动的款，了解。毋过运动了后去洗凉嘛是真重要。好，我所爱说，的公共浴场，甲甲这无相像，毋是无相像，爱第7条，无相像，水着用烧的，毋是用烧的，也着洗，有通互有令人洗有通互，洗有通互有令人洗的所在，会着洗较济大，一摆入浴的费用着收真省，了解。收真省，原来毋是迄个收迄个费用，毋是讲真少，是讲真省。对，拢会使啦，嘿，是共款意思。好，对，起头若会无钱是较好，了解。好，免费的意思。好，若是安尼啥物奖励啊？了解啊，奖励去鼓励去洗浴的人。好，若是安尼奖励，我信毋免几年久，大家的卫生的确会真大进步。虽然是安尼讲，这着有真热心的人伫咧掌权，
才做会到。迄款人毋知伫倒路，伫倒路，伫倒路，咱是袂等候的。好，即段了解意思。你敢若来读一遍？哦，歹势我无倒着你诶，读甲我看者吼。若是安尼，哦，好。将来我信毋免几年久，大家会卫生的确会真步。虽然是安尼讲，即着有真热心诶人伫底掌管，才做会到。迄款人毋知伫倒落，毋知伫倒落。咱是要等候咱是袂等候的。伊就是要设即个日本的即种神套嘛。系啊。毋过就是伊诶主张是爱说真侪经，嘛是上好是开头就免钱诶，就一定爱有政府来做，较做会到。嘛是有理吼。日本大部分拢应该拢是嘛是私人诶啦，即嘛神套较少啊，较早当然多吼。就是对啊，日本有即个神套所以大家方便做身躯拢有去遐做伫台湾无即种物件大家水搁学伫摕着水，学伫去抢水、担水啥，真正是身躯都无方便。系啊，台湾应该是有法度做到安尼诶，就是伫有温泉诶所在，才有法度有迄个有水较有水诶，通安尼来用。烧水嘛嘿。对啊，像迄个草山也是。什么？屏东各所在大溪有无？大溪毋知影是啥物时代来诶。拢是迄因嘛是较早就有迄个洪水啦。较早就洪水温泉，系啊，所以讲就是有法度做到安尼，拢是有洪水诶所在系啊，好，即段你敢若来读一遍？是啊，你日本拢每一个砖头坑拢有家己来烧水。即嘛是较少啦，无像较早。若是有家己厝内就有迄个自来水诶，通洗身躯就较方便。系啊，迄个时代是无自来水。譬如讲，伫台湾即嘛就是敢若三温啦，三温暖。是。嘿，其实我最爱去三温暖，我最冰诶时候我就定来去。是吼，好。OK， 好，那我来甲读一遍吼。好。对安尼想，我自13、14年前就有主张，各家市庄社拢着设立公共的浴场。我伫明治43年的时，迄阵拄伫阿公店公山公学校伫教册，也捌出一篇论文伫台湾教育会的杂志，提倡在各公学校着设置浴间，互学生洗。即2-3年来，咱本岛内较大家市的所在已经有设公共浴场真侪搭，总是迄款的，是敢若亲像要互少年人热天通洗凉运动款。我所爱设的公共浴场，甲这无相像。水着用烧的，也着设有通互妇人洗的所在，着设较侪搭。一摆入浴的费用着收真省，起头若会无钱是较好。若是安尼，将来我信毋免几年久，
大家的卫生的确会真大进步。虽然是安尼讲，这就有真热心的人伫咧掌权才做会到。迄款人毋知伫倒落，毋知伫倒落，毋知伫倒落，咱是袂等候的。哎呦，我突然间想到吼，伫倒位还是伫倒落？迄个头一个倒，敢是爱第4条较对？伫倒落。即马伊是写第8条，啊，毋过第8条若是写伫头前，就爱变成倒落，看起来怪怪吼。对，嘿，对。倒落第4条较对吼。对。倒落。啊，毋过我对即种诶实在是，我定来我家己就写毋对，我都毋知。我嘛是就是。即种讲法太多，我有写吼，我都毋知要怎写。啥物简单？对，干呐。对，我定来。完啦。系啊，嘛有人有看人写是写第2条。倒落好。对。好，知影意思就好。好，继续吼，后一段。好，无那个头了吼。好，头了，对啊，分第一段。第9项诶读选呢，真好。好，最后一段。好，列位兄弟姊妹，我所讲诶，若是有合大家诶意思，这是咱各人家己诶代志，请大家较欠别项诶费用，赶紧家己计划去进行，计划去进行，怎样？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各位兄弟姊妹，我所讲诶，若是有合大家诶意思，这是咱各人家己诶代志。请大家较欠别项诶费用，赶紧家己计划去进行，知影？这读煞啦，我想着伊讲个，较早吼，迄卫生习惯歹，啊无法度定来洗身躯吼，真正可怜啊。本人有身土通洗，啊咱着爱家己想办法去打水、冲水啊、下水，是最麻烦的代志啊。对啊，这是1923年哈，伊当阵过啊遮辛苦啊，含日本人、含内地人袂比拼。是啊。写这着爱佫讲，着爱政府啊有人掌权的人肯做，啊无就打等就对了。真正是安尼，系啊。所以我咧想讲，我细汉的时阵吼，我感觉我真正我的成长的过程中吼，我一直认为讲无迄种政府咧照顾百姓的这种代志。因为就无即款代志咧发生啊。对，所以你万项你都是家己想办法，你得家己用啊。无怪较早阮爸咧教讲，水组要甲收，水无要互我用。因为较早阮咧产是，有即款代志哦。阮咧产是水尾产嘛吼，水尾产你大概水头前拢早去用，到阮遮其实无啥水啦。所以较早阮咧产咧水要饮水要种稻啊，要用水的时候，有时仔就爱家己用泡沫啊拍地下水。所以阮爸有先来教我，水组要甲收，水无要互我用。系啊，安尼就无公正无公平啊。无法度啊，阮就水尾产啊，伊也无讲水组甲你收较少。就是讲，我自细汉的印象吼，尤其是我细汉有一种定有一种惊吓，就是讲惊去人来恁厝诶，甲你按怎甲你。我较早完全无安全感，无迄种真正无迄种安全感。是。我先来听下。好。